哦，今年王公庙同济宫绕境活动2天了，第一天，第一天晚上快8点了，7点50入庙啊，8点以后晚上8点以后可以钻妈祖神教的教讲，祈求平安，正求卡好永远别点一啊。第二天下午5点10分，天色还没有暗哦，傍晚的时候就要入庙哦。这个是入关表，这个入关表啊。第二天入关表，第二天礼拜天哦。今年王公庙同济宫啊，今年王公庙同济宫。